是有关天神的对答。乃家家提给上，人生就像马拉松用的，第一世家下总系留希望、祝福，讲到你，而你无法去谈，提给就想叫家下，为读到两个嘅主人，留喜怒哀乐，奔向美好的未来。人文色彩丰富的大台人贵宝地，咱今日就啥物呢？哦，我知，即摆呢教育够用无？伊有设一个网站，咱民众呢会使透过这个网站去查台语要怎读，要怎写哦。是安尼哦，听起来真袂歹呢。啊，毋过，讲遐所有的民众拢知影有即个资讯，即个网站会当去查，是点呢？真是这哦。我唔知，所以今晚呢，咱就大家过去实地了解一下吧。我刚给你放猪了。青花菜。好，青花菜阿嬷会晓呢。好。啊，这张山东白。阿嬷拢会晓呢。我那边菜会晓了，我那边菜呀。姜才是老的辣。这个香菜的台语是香菜叫旁盐水啊，旁恩西亚，对吧？可以，对。看到这个拼音呢？拼音不太会。花莲啊菜，花莲啊菜是唔是咧？是咧。安尼这下开这罗马字咧。那话题得看无？那你知道青江菜的台语怎么讲吗？藤虾菜。藤虾菜，没错。我不知道。帕波菜。对，帕波菜。好，那下面这个，如果你去看第一的话，你会吗？不太会。不太会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帕波菜呢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典故，我们之后呢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喽。帕波菜。帕波菜就是茼蒿，是台湾地区寡人盛产的青菜之一。一般会用来配火锅，也是咸圆啊。因为经叶的水分济，煮了后会大量失水，剩一寡啊，会互红菜5岁时候加后食起，所以叫做帕波菜。敢会晓讲伊的台语咧？空塔基，奴凤，公布答案咯。听啊，不听啊，是安尼讲吗？是安尼讲吗？普林啊，是培灵啊。这样还有这两帕波菜，开始互恁干那看，安尼另外感看看无？我唔知影这是啥物。阿乖，咱今日去，我阁唔知台来，你知的歌都是伫倒位？我唱互你听。我甲你讲话啦。哎呀，你对我唱落去就知影啊。台南古都正堪人，天空叫做土姜头。原来这就是以前地成功因爸仔囝所起的赤坎楼。对哦。啊，毋过你毋通袂记咱今仔的进步哦。哦，好啦，行。萝卜。萝卜，敢是安尼咧？咱来看正确的答案。你看伊，你敢
无菜。好无菜，唔对哦，是听无菜。啊，太叔刚刚互你看这罗马字，你敢看有？看无？看无？这还叫做啥？台语的。金蕉雕，啊，即摆咱来看这边，阿嬷你若看到这字，你敢会看着？香蕉，啊？香蕉，香蕉，啊，你若看这下骹这咧？香蕉，香蕉，嘿，这就是香蕉的台语的写法，啊，这是拼音的写法。阿如，你敢知拄则条歌号做啥？敢是苏金龙？苏金龙？系啊。哪有人名听起来敢若咧小翁咧？啊无咧。啊，是安平对上曲啦。啊？为虾米拄则无出现即几个字啊？唉，讲甲你捌，头毛都好拍甲啦。我头毛。好，即马我就讲互你鼻芳一个。这条歌发生伫19世纪末清朝同治4年1865年，因为天津条约所来开港通商。注意哦，是19世纪，并毋是咱印象中17世纪的荷兰时期哦。描述的是一个台南生理人的查某囝，甲一位荷兰军医恋爱了后，因生来一个半疯仔。伫歌词内底，甲伊号做金小姐。大汉了后的金小姐，阁参因老母共款，面对着共款的命运，爱着一个外国人。毋过，最后却受到爱人仔的反背，无情离开伊。哦，讲遮济，你是要讲啥啦？哎哟，这条歌就发生伫咱即马去的所在啊！哦，原来咱已经到安平啊！你看者。哦，这面墙。对啊，咱已经到安平啊！啊，毋过那个，行啦，
继续让你我来进步啦，再见。会讲台语吗？好，那我现在手上有5张牌子，麻烦你抽一张。青江菜，你会讲它的台语吗？不会，他不会讲。好，那我现在公布答案。请问你们看到这个字会讲吗？汤匙，它的台语。你用拼音出来。汤虾菜吗？好，有点接近了。可是呢，正确的读应该是汤虾菜。阿姨听到是这，你有听问这？啥呀？对无唔对？这个台语就是酸呀。哎，你看这两字，你看这两字，你会晓了？这两啥呀？酸呀。啊，你也莫看这，你看下骹，这拼音。看无对无？我今仔日我想要甲你讲，这就是即马台语的写法，这是台语罗马尼的拼音。姨多谢你，我们哥完成这个任务啦，耶！Action！ 好，开始。小问你会晓讲台语无？哦，我足厉害，我专门研究台语的文化。真够！即马我手头有5张牌啊，请恁抽1张。一张。请问伊的台语要安怎读？大同啊。大同啊！好，即马你敢知伊的台语字要安怎写？好，台语无字啊。即马咱来看正确答案，锵锵。大同啊。因为即马教育部有推荐的用字，就是这几个字。假使你若看到这几个字，敢读得出来？会啊，大同啊。请问这位水当当的姐姐，敢会讲台语呢？请问伊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哦，丁仔菜。哦，丁仔菜。锵锵。讲唔对，姐姐，我问你哦，假使你看到这几个字，你敢看会安怎读？这旁顶的字搁下骹的字。等一下，我袂晓罗马拼音。请问你敢会晓讲台语？像啊，请问伊的台语要安怎读嘞？香蕉，你看到伊这个字，你敢读得出来？伊是香蕉。有淡薄较困难。讲你好，我即摆想要请问你一寡台语的问题。你等下请来抽一张牌，你若看到面顶的图，你讲出伊是啥，伊的台语是啥物？安尼哦。讲抽到是这张，对无唔对？伊就是汤虾菜。汤虾菜哦。你看到这？汤虾菜啊。这四个字你敢会晓念？对啊。这四个字。哎呀，这汤虾菜，我汤虾菜。对。所以啊，咱是台中教育大学的学生，所毕业出来的，所以由咱做起。即马呢，阮想要感谢这届任务，阮所采用的，是感谢你的爱情时代，这个任务，会使让了解这样的再来要感谢阮采访的乡亲、阿公阿嬷，还可以啊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就是这。最后，大家向恁讲一声，多谢。接来为恁播出的是全民教育节。爱台湾。
这个无，用咱的目睭看台湾，用咱的嘴讲台语，爱台湾嘛爱台湾。今日想要带大家到咱做伙去踅台中的夜市啊，探索南马看台湾学台语，大家若准备好势了，就出发。咱总共去6个夜市啊，中华夜市、丰原庙东、逢甲夜市、汉溪夜市、大理夜市、中校夜市。咱即马就来看卖有啥物空档。这间店真趣味，不过头家甲你介绍正确的写法。你艰苦，我请客。天然的、烧的、温的，迄个 A 是用注音符号表示，虽然清楚，不过正确的台语用字是 A。经过柑仔店，顺续学一下正确的用字。第一个字较歹写，爱注意哦。热天食串冰上清凉，串冰的串是安尼写。用强强棍，相信这间店生意一定袂歹。头家真够好名，灶脚会当应用做定定去的所在。那空棒、糖仔饼、便所、公车、菜单顶悬，拢看会到哦。